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做伙要来吟诗，信诗139首，救主耶稣基督。救主耶稣基督，求咱大力做好，忍耐的心比海较深，咱人袂嫉妒。伊做万有的主，满满福气本有。头起工世做人好的，颂扬互人吃富。本然至尊部队，比赛隆重拜跪，愿做罗布受人摄道，互咱正做尊贵。罪恶自大怨恨，要顾甲咱亲近，有罪激动毋免抓目，救主欢喜是有。做咱活命本源，替咱受死无怨。让咱做歌工受灵照，救咱结基决断。应主仁爱来路，万分光辉之父，也把强望我心感动，我意志是归顺。以西结书对33章到39章要讲起上帝要带予以色列的复兴。当咱对34章来看见上帝要责备以色列这个歹的牧者，上帝要将羊收回来，家己牧养，然后伊阁要来指派一个好的牧者就是亲像大卫。咱知影这个好牧者就是耶稣基督，要来引带这个羊群，互因会当得到上帝的赐福，得到上帝的眷顾。今日咱要继续来看第35章，是上帝要来处罚对以东的审判。第1节，上主对我讲：恁主啊，你着对以东人传达我的信息，指责因，着甲因讲，我至高的上主安尼讲：以东人，我要甲你作对，我要伸手攻击你，互你趴远荒废。我要互你的城镇趴远，互你的土地变做荒埔，安尼你就知我是上主。咱在读25章的时阵，开始才有讲到以西结书的25章有连续对7个国家上帝的审判，是对25章一直到32章。特别是这个埃及用4章来讲起所以咱吹罗就是太宁用3章来讲起。以东嘛是伫这7个国家的中间一个，但是伫这个所在25章讲一解到35章佫提出来伫这个上帝要带予以色列的复兴的中间，上帝特别指名就是这个以东这个以东咱知影伊的历史咱伫25章捌介绍过，伊嘛是以扫的子孙其实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拢爱叫亚伯拉罕叫阿公以色列未开始有王的时阵，以东已经有8个王伫遐。以色列伫迦南的时阵，以东王拒绝互这以色列人对遐经过。以东人嘛有智慧的人来出名然后到大卫的时代征服以东，拄所有的这查甫囝所以大卫嘛来管辖伫这个以东的范围
然后伫犹大王约兰做王的时，以东离开犹大独立，因为即个以色列犹大愈来愈弱小的时阵，以东伊就家己起来独立。总是伫犹大人去巴比伦掠走以后呢，以东人因嘛趁即个机会侵占犹大的南部总是过无偌久，就是阿拉伯的即个纳巴提人因来占以东的所在，甚至佮将以东人来赶走，然后用以东的即个佩特拉来做即个纳巴提人因的首都，所以以东人因本来真快的所在，愈来愈缩小，就刷到犹大的南部，甚至迄个所在叫做以图麦，就是以东的希腊名，这就是以图麦的区域。然后伫即个主前200多年左右，马加比祭司家族的期间，以图麦去予犹太人来征服，因嘛来顺探变犹太教，所以希律王即个希律王的家族就是以图麦人因甲即个犹太人犹太教之间原来是有即个密切的关系所以35章上帝讲在要来处罚以东，其实所代表的就是以色列因的兄弟因为南国犹大伊有一个兄弟伊有12支派就是北国以色列是因的兄弟，但是因这个国家合起来外国的周围中间嘛有一个兄弟就是以东但是以东呢上帝甲因明算账因为因呢来惹上帝生气，安怎惹呢？咱看第5节，你对古早就怨恨以色列，以色列因为罪恶灌满受刑罚的时，你甲因放互人屠杀，所以我至高的上主指家己的活命日势，我要互你拄着流血的报应，会一定会追入你。你既然无怨恨杀人流血，流人血的罪，我一定甲你填一世人。我要互西尼山趴远荒废，无要互人搁对遐经过。我要互以东所有的山变满新尸，互倒台时的人倒伫你的山轮山谷甲溪沟。我要互你永远荒废，无搁有人住伫你的城镇。安尼，恁就知我是上主。你捌讲犹大甲以色列这两国甲因的土地拢是我的，要做我的产业。其实上主还伫遐，所以咱有讲起以东就是以扫的后代，犹大就是雅各的后代，以扫甲雅各是兄弟但是为着一个红汤为着这个大家的名分两个兄弟反目成仇安尼吵吵闹闹几千年但是呢这个怨恨一直未收煞所以当以东看见耶路撒冷犹大国去受了毁灭了后，以东就伫边仔咧偷笑这段记载咱除了伫以西结书的第25章有讲起以外，个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嘛有讲起着以东的刑罚，上最规章咧讲就是厄巴迪亚，只有一章，这章呢就是规卷的册呢，拢是讲着以东的报应甲刑罚，特别伫厄巴迪亚的第10节到14节，这个所在，就是咧讲着以东人因受刑罚的原因，就是对因的兄弟雅各，这个落井下石，要侵占，因的这个看因的笑话了，搁要占因的土地所以上帝都看在伫眼内所以以东上帝讲要刑罚因为因的无顾念因过去是兄弟的感情颠倒伫迄个所在看因的笑话甚至甲因当作是冤仇人是这个巴不得影响掠走共款因嘛想要来占因的土地11节所以至高的上主指家己的活命立誓你安怎受气？怨妒我的子民，我嘛要照安尼对待你。
我审判你的时，要互因捌我。迄时你就知，我上主有听见你侮辱以色列进山的话讲，这山已经荒废，要互阮吞灭。你甲你自个夸口，无站杂攻击我的话，我拢有听见。至关的上主安尼讲，我一定要互你荒废。迄时全地要欢喜快乐。你伫以色列人会对趴远的时欢喜，我嘛要照你所做对待你。西尼山甲以东全国拢要趴远荒废，人就知我是上主。好，咱看去头前25章，好，对以东的指节，好，只有3节，好，就是25章的12、13、14，只有3节。但是迄3节的中间有讲到一项事，上帝要通过伊家己的子民以色列的手来报复以东哦，好，所以伫历史上确实原来是安尼，好，最后以东人，好，就规划做犹太人，好，大约伫主前130年左右啊。甚至以东这个国家，吼，都要达到完全的消息，吼，无够存在哦，吼，无够地地，吼，因为上帝伊要用以色列的人的手，吼，来管教、来报复以东，吼，这是第25章，上帝就伊对遮来预言，吼，但是等以东人因规划做犹太人，所以拄则咱有讲的。就是这个希律家族，因嘛是安尼来甲犹太人、甲犹太教，有较亲密的关系哦。但是上帝有缘要来要来看淡一切以东因所犯的这罪恶，甚至要互因的所在趴远哦。不管是以东还是西尼山，因为14节讲等。全地欢喜快乐的时，以东是变做是荒废啊，所以因即马看人的笑话，但是有一日换别人来看因家己的笑话，所以咱第33章看到这个守望者，34章看到好牧者，35章看到歹厝边，这个歹厝边，其实嘛是因过去的兄弟啊，但是呢，因说。互因拄着灾难，当因拄着灾难的时阵呢，霸占因的所在。但是上帝讲，上帝要来伸手，伸家己的手，要来攻击以东，攻击因。安尼因就知，因就明白上帝，因就知影，一切拢是上帝在掌管，上帝在治理。今日这章只有15节，选的金句是11节，所以即款的上主记家己的话名入世，你安怎受气怨妒我的子民？我嘛要照安尼对待你，我审判你的时，要互因捌我。所以上帝要互人认捌伊，是用稳定祝福，互因带因行义路，来认捌上帝。但是嘛有可能用灾祸、灾难。就做刑罚，互人来认捌上帝，就看人要安怎来选择。今日这章读的，互我的感受就是，以东甲以色列本来是亲兄弟，但是为着要来争取这个大囝的名分，变做是怨恨结真亲，冤安尼怨妒千几年久的时间，所以咱伫主的内面爱学习下面。亲像雅各书所讲的，就要彼此认罪，互相代祷，互咱会当得到对主来得到医治，互咱甲家己、甲别人，拢会当有和谐、正确的关系。今日是10月14号，伫1851年，这个英国，这个媒体路透社，正式来开业。来开业，已经将近要200年的时间。2021年伫高雄的盐埕，城中城大楼，来发生这个火烧，造成46个人死亡，甲41个受伤啊！离咱已经4年前的代志。1970年，联合国将10月14号。定做世界标准日，什么意思呢？就是咱的世界有一套的标准，这个 standard，这个 standard，有标准是因为一群这个科学家，因所去努力甲研究出来的贡献，所以用这日
10月14号来将这个世界的所有为着这个世界会当有这个标准来甲因定义。今日的祈祷要用诗篇133篇第1节，兄弟姊妹做伙徛起，偌尔好，偌尔欢喜。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不管是咱甲咱家己厝内底的兄弟姊妹，也是咱甲教会内面的兄弟姊妹，也是咱甲社会上遮的兄弟姊妹，做当和睦和谐徛起，会当来见证上帝的恩典，咱做伙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愿感谢你。虽望阮所踮伫的即个世代，有时阵亲兄弟明算账，但是伫主内面，我会当亲像兄弟姊妹，就算讲是万分冤仇人，阮嘛会当伫主耶稣的内面来学习彼此的赦免、彼此的饶恕、彼此的祝福。求主圣神保惠师帮助阮，互阮当活出伫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甲疼痛、甲公义。互阮当真正人甲人是真正和谐的斗阵做伙，也好国家甲国家之间，嘛会当真正是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来甲主你相甲行。愿主圣神教示阮，也帮助阮，互阮学习彼此相听的功课，会当彼此接纳、彼此祝福。愿咱的献上恳求甲祈祷，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吟圣诗239首，万国万民着称赞主上帝。万国万民，万国万民着称赞主上帝，万民着呼噜因为伊大能民主爱，万民着呼噜伊的信息永远存在。愿上主赐福你、保护你；愿上主的面会光照你、施恩予你；愿上主欢喜的面看你，赏赐你平安。阿门。